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汪小琪。今年2月头呢，蔡英文政府是针对内阁进行西部土改改组哦，总共有4个普惠首长原因。其中最有话题性嘅人选是农委会主委林创显的哦。佢挑讲呢，本人按照是宜兰嘅农业染种，对接纳嘅农委会同时对也人权是当真上嘅事情啊。不过呢，其实佢到提议业那个染种业内呢，总共是发出了超过3000件那个农杀到农体类鱼案嘅建造哦。所以宜兰农体类下青菜慢难维系系那个加农杀嘅怪现象，佢可能会开始之一。不过呢，到咧天意严格时节，佢有丢动的哦，开始动验条类审查，维系农杀嘅标准，甚至还停发了了个建造哦，然后农体从了个胜利应该是向冲下来。不过呢，保姆拄到咧压力，佢个政策又从有八股吼。又改变，所以呢，唔但像呢係天体嘅了个审查嘅办法，也让呢个农民出身嘅农业初衷稳下来。你下林主委讲，叫老宜兰嘅经验带到全台湾，到底呢个经验会係進步嘅，也係八股嘅經驗咯。今日好好嚟討論，楊批為大家所介來賓，提問你所介係立法委員蔡培慧蔡委員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分享委員，提問來賓所介係靜態提進年嘅教授嚴愛靜嚴教授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好，大家好。大家好，分享老師。第三位，你所介係。佢當學上，不過呢，佢對農體還有修法嘅過程都懂了解。介紹是平軒，陳平軒好。主持人好，全國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分享，你有對邊全部都講好，不會大家好哈。個天日少介係，你個宜蘭個農民佢實際有講中哦，同時這佢係綠黨的中執委。我們介紹是吳少文，少文好。係大家好，大家晚安。分享大家強好的關心了解議題哦，你提前讀呢款了解新聞樣片。2月初8，農委會主委嘅議案從初期公告本嘅林創顯，了解按照農業人嘅染種進行入國種用，遭到消息傳出嚟接受訪問時節，佢就講，佢係代表宜蘭人，為了宜蘭經驗推向全台。各位宜蘭鄉親應該會知道，我們現在是力量的延伸，過去只欠東風，現在地方中央我們可以連成一線。不過也有人受難機係農殺主委，因為過去新聞言論，宜蘭縣市7600棟嘅假農殺，其中有100,3500棟係採幾個業內係法律起嘅。全台灣開第一槍的是宜蘭，那我們做亡羊補牢，不管做得理不理想，大家有很多的批評指教，我覺得這都是正面啊，就好像最近的改革一樣。上任前2日，農委會提前拜訪，主動去到縣政府，然後林創顯來做報告。這個跟官員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再次強調，是農委會這邊主動要求，那縣政府這邊來配合的。這看起來好像有一些人提早要歡迎我。係管理也係官僚，杜某農業嘅行業鋪重要。林創顯接拍農委會，外界有受理也有期待。小進政府嘅農業國際用秀動內，為接受嘅得經驗。好，宜蘭經驗到底係哪種嘅經驗哦？你看到係唔係真正宜蘭縣政府對農體嘅管理是進一步退2步呢？最早呢，到2015年嘅時節，宜蘭縣政府佢都通過了像這種農舍申請人的資格，還有建築審查的辦法，不但是規定你一定是要農民的身份才有起造的資格之外呢，它對蓋的房子的形式都有很多的規範。那同年的9月份，中央的農委會也天年就公布了解農業用地的新建農舍辦法，這2個法哈，最主要的一個比較突破性的在法上面的進步，就是規定那個農舍啊不可以蓋在田中央，因為一蓋下去整個田都毀了，只能靠邊邊角角去做。同年的9月份。光是這樣子哦，把農舍規定不能蓋在田中央，整個這個房市的交易，還有那種土地的炒作，整個就大受到影響，大受打擊。所以到該時節嘅9月份，有幾千商人，包含有農民啊，也有送人啊，做生意人，都是讓政府咧抗議，認為按個法條強嚴咧吼。天呢，因為係受到壓力係嘛解，到年尾嘅時節，宜蘭縣政府七家都講，反正中央已經有農委會相關的辦法了，所以地方政府就不用，反而就停掉了規定跟要求比較高規的他們自己的自治辦法，而且在2016年嘅年頭啊。
让了解从农民出身的这个农业处的处长撤换下来。当时在地方上，农民会觉得说，这个本来保护农地的政策你停止踩刹车，然后呢，从农民出身的农业处长你也换下来，是不是你的政策在转弯，走一步退两步？我先问题请教平轩，这样的曾经被人家称为是农业县长，现在接掌了中央的农委会，是这么让人家失望的吗？我想从过去宜兰的经验，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初宜兰在农社的那个新建办法，还有那个管制办法上面做出严管的这个状况，其实当时是让很多人有所激励的。所以真的开了一枪。那他当时是开了那一枪，对，那所以。我们在影片里面会看到说，那县长说他开了第一枪，可是重点不是开的那一枪，后来枪收起来，后来怎么做？对，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农社的管制办法在一开始闹得轰轰烈烈，可是到后来的时候呢，可能碰到选举的关系，所以说县政府在这个农社严管的部分开始缩手，然后不但撤换了一级主管，然后本来宜兰县订定下来的自治法规，确实是有一些管制农社的效果的这样的自治法规，也以说要跟中央同步为由去把它废除。可是那这样他是说，其实宜兰农社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所以这些法自然就停顿，还是真的客观的观察到他是缩手？我认为是缩手啦，因为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宜兰那时候定的自治法规，它规范了非常多的细项，例如说填土的规定啊、挡土墙的规定啊。然后我们再对比中央的法规来说的话，我们可以说宜兰的法规跟中央的法规还是有一些差异。宜兰严，中央比较不严。我认为不是严宽的问题，而是说宜兰在他面对他县内的问题的时候，他这样的法规制定一定有他的理由跟他的有效性。那这个东西很多地方是透过地方自治的体系可以去达成的，这并不一定是中央能够做原则性的指挥就能够达成的。所以宜兰县在那个时候把他的自治法规废掉，确实是在农社本来看起来可以那个华华农社可以遏制的这样子的一个坏风气之下，然后。做了一个倒退的决定。是，那邵文，我想请教一下，这样的宜兰经验是进步还是退步？如果说诚如林主委讲的，他要带到中央，那这个经验是值得期待的吗？今天邵文有提供一些现场的照片，我们从这些照片来讲，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这些照片拍的传达是一些什么代表意思？这个是当然就是就是前年的这个农社条例开始管制的时候之前盖的，但是我有提供一些照片是现在正在盖的。对，像这个还看得出来，它还在盖嘛？这个有合法吗？我们说要临马路这个部分，所以看起来就没有，这还在盖。而且这样子的状况在宜兰是不是很典型？就是一个水泥之墙隔开，这个就是大豪宅，然后旁边就是种作的水稻田。这个就是非常明显，就是说，从去年的11月，然后那个废掉那个条例之后，然后到后来农业处长被换掉，这一连串其实我们在宜兰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就是田间之前那个受农地的那个照片都没有了。可是从那个开始又把那个条例废掉之后，其实又出现这个受农地的照片。是，像这个也是。这个就是很明显，它还在盖。那这是我今天早上才拍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段就这一年内，那这个农社的这个开始在蠢蠢欲动。那这个蠢蠢欲动的话，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知道说那个自治条例，我们把它废掉之后，原本是县政府有一个委员会在审查农社，他们现在又把这个审核的这个权利又回到乡镇公所。那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对于这个地方状况比较了解的话，就会知道说，县政府统一的去审核，跟你回到乡公所去做这个核发的动作，那个强度差很多，强度是差非常多。是好，透过这些照片，我们来看到原来这个政策的法规对应着市场直接自由的变化那个紧箍咒如果拿掉，就会像刚刚平轩讲，是不是就再起？你都好奇，你话题你大胆用一群依然本基督嘅印象係嘛嘅，透過基督嘅現代法，你個轉到現場嚟討論。我一直都住在台北，我会想说，我休闲的时候，我会往宜兰这个方向来。我是以游客的身份去住的话，我就觉得很好，体验一下那个田野的风光。就是农地后面盖这些房子，好像好几年前就开始有听到，是还蛮多农舍，但是好像比较少，就真的有在种田，对，看得出来。有。我看到很多很漂亮的房子，可是他们说那是农地，我觉得很惊讶。之前来的时候也是住民宿，也是像农舍一样，对啊，那时候你住的民宿周围是什么？都是田啊。
觉得这是不应该的事啦。我如果是宜兰在地人的话，我当然希望维持着农田就是农田，菜园就是菜园，应该是要规划才对哦。住有住的地方，啊，农有农的地方哈。但是现在有点慢了。对呀，这已经很多大块的已经出去，剩那个有来有在做了。对呀。觉得保护有点来不及吗？2分半地的产区是经过4、5遍的改良，才有它成一个2分半地的产区。做一些分类，这样像这样水田吃水很方便的那个，就尽量要保留起来。较好产，来种植，像是歹产啊，像产足歹足烂的，迄种摕来甲开放互去起厝。开放农田做对类是农啥个农法条例哦，从8是9年发展道理下，其实呢，那个政策顺阿慢冲的吼，睇呢那个民意改变又高也又大，很多反映哦，从2000年开始做对是农啥了后。短的10年事件，从2000年到2010年的这10年间，全台湾各地的农舍，我应该怎么说？定义上，它只是非农用的假农舍是遍地开花，全台湾哦，包括宜兰，还有包括南投、苗栗，超过17000栋。但现在宜兰当6年，在2006年雪隧开通之后，宜兰变成桃园最直接的后花园，所以那个在宜兰盖农舍的这样的现象，算是全台之冠。短短10年有这么大的变化，那后来我们看到2015年，也就是在前年，算是一个政策比较动荡的一个变化期，不管是在中央，甚至是在宜兰的地方县政府都有作为刚刚讲的打防措施，有农舍的紧缩政策。只是这个政策到底好的东西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够硬吗？台湾的农地盖假农舍的现象，当然商人都很聪明，专门挑好山好水的乡村型的这种农业县份。我们看到政策反映在地方上的现象会有哪些联动关系？从2014年的上半年跟2015年的上半年有了中央地方的打房政策之后，你看看1400栋立刻陡降到6330栋的这个交易量，所以那个房市的市场是一下子动到谷底，所以涨跌幅是来到了-55.8%，是几乎夭折的部分。那我们看到盖农舍第2多的是南投县，2014年跟2015年来做个对照，它算是趋缓的这个下降。从这张图，我先请教一下委员2件事哈。第一个，我们的农舍盖在全台湾各地，是不是具有地方的特殊性？所以我们看它呈现不一样的图。那还有从宜兰这个全国之冠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宜兰农地这样乱盖农舍情况已经趋缓了，已经像这样陡降，我们不需要操心了吗？我第一个来解释哈，事实上过去的农舍之所以会泛滥兴建，我们观察到就是几乎都是盖在风景名胜区啦，好比说宜兰，因为它是台北的后花园；好比说苗栗的南庄，它是竹科的人一日旅游的基地哈。那或者是南投的埔里有国道6号，或者是高雄的美浓有国道10号，就离高雄市、台中市就比较近嘛哈，大概40分钟、50分钟可以到这样子。所以你会发觉盖农舍都在这个区域了哈，那就不是真农舍，那是感觉是假农舍，住宿的需求，假农舍真豪宅是。那但是呢，我必须要强调，就是说农舍在2000年的制定的时候，其实就引发了一个就是这个蚕食鲸吞蚕食的一个弊病。为什么呢？因为我印象中当时的农委会主委彭作奎，他认为说分割的面积是要5公顷。因为其实上你要务农嘛，你总是要有足够的面积，你才能务农啊。可是当时就在非常多老农派的立委的坚持之下，修正为0.25公顷。是。那个时候刚好是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前的选举，那个改革的时间是在2000年的1月，所以就是有3个候选人，连战宋楚瑜、陈水扁嘛，那个时候是坦白讲也是台湾政治比较分歧的地方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李登辉主政。可是，在李登辉主政的时候，就埋下了农舍炒作的弊病。我们看宜兰跟南投，除了去看农舍之外，我觉得我是认为农委会跟地方政府要做具体的调查啦。它其实很容易去判断。第一个就是说，他去耕作的这个到底是区隔开来，就我的地我用水泥把它围起来，围墙围起来，还是说这只是我放农机具的地方？去耕作的时候住宿的地方旁边还在耕作，这个我觉得要再调查。那委员，我想请教，宜兰在经过了这一些政策
策的摆荡之后的现状，这种农舍泛滥盖假农地上泛滥盖假农舍的状况是怎么样呢？这些寄存的农舍，我们有没有得到很好的控管？从这张照片来看到哈，盖好了这种3、4层楼的豪华大农舍在农地里，可是贴的是待售、待价而沽。因为像刚刚看到的数据，现在房市不好，整个受到政策外围的氛围，所以现在交易量是低的。所以像这些空的房舍盖起来，等着待价而沽卖。然后还有一种是，其实土地已经换了好几手，已经交易了，圈地养地。那像这样子的寄存的这种事实，算是下一步的农舍的新的现象要处理的问题吗？委员？我必须要讲，就是就既有的农舍哈，我们不能用现有的规范就觉得说，因为过去如果是真的是务农的农舍，我们是不征收这个房屋税的。然后呢，我觉得这个要征收。换句话说，你确实没有务农的事实啊哈。然后第二个就是牵涉到就是说，在这个农舍使用上的污废水的排放，我觉得其实要连续惩处的，因为非常多的人他可能会花500万或800万去盖一个豪华农舍，但是他不愿意花个30、40万去盖一个污废水的处理。那各位要知道，盖在农舍的废水，它是排放到灌溉水郡哦。灌溉水郡是给稻田、水稻田用的。对，所以我必须要告诉这些住在农舍的人，或者是我们关心一般食安议题的人，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去管控这个水质的控管的话，很可能你的你耕作出来的这个食品也未必安全。然后另外我必须要再一次的强调，就是说，这个是绝对可以查气的，因为你去看嘛，你就可以去观察说，好，你说你是农舍，你告诉我你的耕作计划是什么？这不是只是对新盖的人给予查去，那些豪华的大农舍其实你看都有华美的造景，有庭院，有游泳池、落羽松，做得很漂亮，美轮美奂。事实上生态也维持得很好，可是呢，就是生态的太好了，所以造成说，其实在隔壁的农田啊，像那个什么红尾水鸡啊、小麻雀啊，有一个农民他种了3甲地，6分就去了一半，所以都是被这些小动物的干扰农业的行为。老师，事实上这些房子寄存在那边，这个大的量体的建物在那边，对旁边的务农生活仍然是持续的在影响作用中，对吗？当然，我想首先我们应该要澄清一下，什么叫做农舍？农舍的定义应该是与农业经营不可分离之设施物。那么，既然是与农业经营不可分离的话，如果你没有从事农业经营，你如何可以住在农舍里面？那今天来讲的话，住宅的话就是提供居住使用，对不对？那所以呢，显然住宅跟农舍是不同的。那刚刚很明显的，我们看到这个照片，这根本就是提供住宅使用，所以他应该不是在这里种水稻或者是种黑豆啦，哈，不可能。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都市人，因为他有田园梦。所以呢，他就觉得说，我退休以后，我就是要到乡下去买一栋房子啊，我要养2、3只鸡，种2、3棵树啊，我要在那边享受这个所谓良好的环境。但是严老师，你觉得大房子已经盖下去了，可是后续该不该管呢？当然要管啊，继续管它的其他的一直在增长的违建。我们觉得宜兰蛮可惜的啊，本来它是有一个机会可以对这样的一个现象至少有一些惩处，然后呢，能够遏制未来的歪风的助长啊，也就是说最近在讲的那个房屋税嘛，对不对？那么事实上，房屋税的话呢，如果你是真正从事农业经营，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是放农具啊，或者是温室啊等等那些，其实是不课房屋税的，是开征不到他身上去的。对，不会去课征他的。你真正有从事农业经营的是事实，是不会去课征到他的。可是你现在没有从事农业经营啊，所以理论上来讲，你是可以加价，然后呢去加以这个处罚的。不过现在显然好像政策上又有一些变化的空间哈，转弯了。老师说的好，你都熊一下哈，然后本来就像那个差发税、豪华税一样，可以来抑制某一种这种乱涨房子的现象，是不是？县政府底下听熟了呢？大家的困法永远用的心，你国内可能下不来了解信贷法。但平原上非常多的房子，它实际上就不是在农用，用肉眼看就知道。所以当今天一个盖在农地上面的农舍，它不做农用的时候，县政府今天把它做建地的这个标准来课征建地的房屋税跟地价税，我认为是非常合理的。如果说你是已经过户过了，而且是变卖的，而且还是说盖的农舍要出来卖的话，那应当是课税应当是合理的。除非说政府你农地盖成
很漂亮的房子，你就是有钱，应该多课一些税，这样才对。法无效啦，伊钱真济啦，若无符合就甲拆掉啦。也很难再叫他就是放弃或者拆掉，对，因为之前就是我家附近是有那种好像是大型违建还是什么的，可是当时就是政府拆了之后，他房子就是废弃在那边，他不会再做处理，所以那个土地就一直荒废。农地就是农用啊，什么叫农用？就随时都可以稽查，对不对？你随时不需要通知，随时来看，哎，你这块地是农地，好，你盖农舍，你做的有没有做农用？如果没有农用，就像警察在开罚单一样，马上就可以开了。本单的105年5月的时候，宜兰打假农舍是依照面积来针对那些违法违规的豪华假农舍来进行房屋税的征税。你看到这条有规范哦，像如果说它的违规有哪些项目呢？会针对你没有具体实际务农这种未农用的状况，包括过高的挡土墙、豪华的围墙、垫高的填土、豪华的造景、游泳池、落雨松，还有池塘啊、篮球场这些，显然用肉眼看就知道不是在务农的这一些设施，违规的面积来加重惩罚性的来增加你的房屋税。如果说你的违规面积是在1到2000平方公尺，我就课征你多加1倍的房屋税。那超过2到3000平方公尺呢，我就是2倍。那3000平方公尺就是3倍。3000平方公尺等于1公顷的呢，哈。所以其实农舍在盖，它也有总面积的限制，大概就是不超过150平。总面积啦哈，所以这样看起来，这个范围其实定得蛮宽的。你要超过1公顷的违规，我才罚你3倍。3倍听起来很多吗？一般我们的房屋税1年就是几千块到几万元之间，所以真的这种盖农舍的有钱人，你罚得到吗？然后这个罚则对他是有效的吗？好，但是我们看到哦。在105年的时候，宜兰县政府该年的课税就有2300件这种违规的豪华假农舍，有课到它的房屋税加税，而且加税是4600万，对地方县政府来讲，当然是不无小补的税收。看起来呢，也看到总共有10件，好。我就是不堪处罚，我就选择拆除，或者是我直接做改善，这对农地的利用是有加分的效果。用捆起的很有好处呀，对县政府也好，对农地的农用维持也好是有好处的。可是为什么不继续做？邵文。这个东西就是我也听不太懂我们代理县长在说什么。他说这个房屋税归房屋税，地价税归地价税，不应该惩罚，他觉得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可是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多农民在说你今天没有农用，那你应该要缴税。我有农用，所以我不用缴税，我就是田赋嘛，对不对？最近宜兰这一次的这个，我抓了这个宜兰的资料哈，去年呢在裁罚那个就是田赋，我们宜兰总共大概有13万多笔的农地，好，那这些农地呢，现在去年的裁罚的部分有1万多笔。就是它已经进入了这个课征税，就是地价税的部分。那有8%的这个农地，有8%的这个地目是没有农用的，是8%哦。大家觉得8%很少嘛？可是我会觉得说，现在你今年8%，你再不管，下次就16%，那你的田地就一直被吃掉。所以你要怎么去管它？那么我再讲一个数字，我不看好。今天你不用课税，你用罚款的方式，因为呢，我们宜兰县从89年到现在105年，有没有1220件的这个违规的这个裁罚的部分，平均起来裁罚了8341万，平均起来就是一栋6.8万，一栋6.8万，只罚一次。那请问一下，你今天如果不用税收去处理它每年课税的话，我们政府就刚刚有一位农民也讲嘛，你最好就每年都去稽查，像开发单一样。问题是这件事情县政府有没有说要做？他看起来是没有这个决心啊。如果今天他愿意就是连续裁罚，你1年就是连续开罚，每年都6.8，而且我们的那个区就要法是说6万到30万呢，为什么这样课下来？那刚刚看到那么多豪华农宅。怎么会有一个6.8万？这个是每一年算平均都是6.8万。承接邵文的话，我请教平轩。在县政府我们本来也有邀请他上节目，不过县政府是表示说，这个呢其实要等到他们在2月底有一个地价评议委员会讨论过后，才会在3月份公布要不要取消这个开征。其实县政府有一个
对外的官方说法哈，就是像刚刚邵文讲，其实这不符合社会的法逻辑啦，觉得这房屋税归房屋税嘛，惩罚的应该要另外做。那问题是，它有另外的惩罚吗？我想今天宜兰县政府没有人来，其实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啦。因为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社会公平的政策辩论。那我觉得今天不是说地价评议委员会什么时候评议出来的问题，而是你已经讲了一个政策处理的原理原则。那这东西可以接受公开检验。那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来上节目。那既然吴代理县长喜欢说法，那我们就来谈法。好，在课税上面来说的话呢，那第一个我要课税，我当然是课税标的的问题。所以刚刚我们影片里面看到农民说的非常好，今天我务农，所以我不用缴税。但是你没有农用的话，那你就应该要被课税。那从税捐稽征来说，这个就是标的课征的问题，就是说我怎么去认定我要开征税务的那个标的？它有没有农用？有农用是农社，所以你的税你适用这个税率。你没有农用，你是住宅使用，甚至你做营业使用，那你凭什么跟农社用一样的税率？而且超好分辨的耶。对，这是非常好分辨的。那如果在这个层次上面来说的话，那你光是开征的基准就不一样了。然后第二个，我可不可以加税？我当然可以加税。为什么？因为你用农社申请，可是你违规使用，这个叫你既然违规使用的话，那我现在不拆你，我是用税捐的方式去给你做一个处理。惩罚性课税，这并不是没有潜力。2015年年底的时候，桃园市政府甚至在讨论盗采砂石的部分，我课税10倍。那为什么农社不能开征？最后我们回到正本清源的地方。今天如果我是用农社申请，可是我做住宅使用或是做营业使用的话，这是不是违建？这是违建。所以你本来就应该用建管的方式再去处理，你用课税的方式去处理，已经都弱化了。那现在吴代理县长甚至还说要把课税的手段拿掉，甚至说这不符合公平正义。其实我有点不是很清楚吴代理县长的法论述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法学原理。而且承接在现在的吴县长他说跟林聪贤县长的政策其实有一致性的。那所以这样的现象是不是反映将来在中央的农委会在这个农地管控的政策上也会让大家流冷汗，会担心的呢？农舍一定要跟这个农业设施是密切相关的，才能被允许嘛，那所以像现在，比如说它1到2000平方公尺，我们知道最低的这个是2分半的土地250平方公尺，是它才1倍哎。可是事实上1倍就是任何一个人你住的，即使你是合法的房屋，你也要缴这个房屋税啊。所以这样子就没有去增加房屋税，而且我觉得这样子倍数是很少的，因为你大部分的人他并不会去买太多的农地呀，所以我觉得2分半的250平方，对不起，2分半的土地你就应该要去争取足够的税额。那我刚刚讲的惩处是牵涉到你到底有没有农用，对，如果你没有农用的话，你就应该要缴足够的对这个农地的生态补贴啊，你没有在做农用嘛，所以我觉得那个你没有务农的惩处，我觉得应该要密切的去查核。第三个，为什么我讲拆除？事实上应该是2年或3年前，对不起，我有点忘记时间。在台东的时候，也有一个农舍，它被盖得很豪华，然后又违建，然后就变成高级的民宿出租，然后后来被检举了之后就拆除了啊。既然有这样子的潜力的话，事实上我觉得今天不管是宜兰县政府或者是其他农舍滥建的地方，我们应该要促进就业机会吧，就是让大家会去固定的巡视。那如果他并没有维持农用的话，就应该要给予这个惩处。那这个惩处的名称是不是叫生态补偿或什么？这个可以另外讨论。然后我觉得，如果他没有违建，确实也应该拆除。是，所以征税、惩处跟这个拆除这3部曲。都关键这个很重要的源头，就是要有人力去稽查查核，而且这个动作是要持续绵密的。严老师，所以换算起来就是3个字，就是执行力啊，是不是？那执行力在宜兰这边，你看到现在的状况呢？其实这样看起来的话，它执行力好像还是有问题啊。因为我们的区域计划法就已经规定得很清楚嘛，21条跟22条啊，就是你应该要派员去检查嘛，对不对？可是呢，问题是他们可能也许曾经有查处，但是呢都是罚6万块啊，6万块钱罚完，而且只是罚1次，后续就没有了，所以呢屋主也皮不痛肉不痒。对，所以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情形，当然也许是怕反弹啦，听说也是政治压力啦。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不应该，因为事实上我们晓得就是说呢，如果你违规，那你要限期改正嘛，对不对？逾期不改正的话呢，那你是可以废止他的许可啊。所以呢，这是有相当的问题存在啦。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看他的那个执行力的一个问题啊。执行力的问题，政策的政治的压力，那委员仅此一端，只是从宜兰现在的戴县长他的作为，我们就不免要联动想到未来在农委会的主委，他会是政策怎么样子的摆弹，他的厚实度呢？我觉得刚刚我们讲的是治标啦，那治本还是牵涉到法律的这个源头的管理吗？对，源头的管理哈。那我觉得这个源头的管理可以用既有的就是这个农地移转的现状，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农发条例18条是规定农民才可以新建农舍哦，然后所以我觉得既有的法令，即使不修改法令，你都应该要跟各地方县市政府，然后各乡镇公所去讨论执行。那如果你人力不够的话，其实也很简单，你就赶快去雇用非常多的其实我觉得去查估这个有没有违法，都可以先去查估，然后再去这个复查嘛，哈。然后我觉得在农发条例既有的法条上面，其实都保留了可以来惩处的空间。那换句话说，是执行力不够。就是说，过去不管是你建造的发放、使用执照，以及这个它盖好之后，你去查处有没有违建，那以及它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持续的去看它农地有没有农舍，这个都可以落实去做的、去检验的。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过去的农委会主委其实都忽略了要去做这件事的它的一个基本的动力，这样子。是，你有在谈一下哦，其实菜地跟农民，佢都老可能冇見咯，佢都實際都係是降天對落實嘅嘢咯。從安個符合安個現象，對佢哋嘅生產帶來乜嘅影響，到為了嘅產業，呢個現象到大家做啲經過政策，又喊下政府嘅討論得到改革麼？呢就係佢哋最實際嘅商業。貴片天氣用風毛奶夾配類，兩種機械做呢冇強用嘅事情。長小片係大天機為春降嘞，做小片係怪獸凍度嘅整體。我們種的田是在大田整平，然後準備要春耕插秧。隔壁它是在填土啊，填土就是它可能以為有做其他的利用，有可能是已經賣掉了，所以才會有出現這種情形。該安用為咗影響下。種田的旁邊蓋房子的話，我們那個農作物都會影響。如果譬如說日照啦，還是氣候的風向都有關係，都會多多少少會影響那個農作物的產量，那品質也會影響。安用分裂使用嘅情況多麼呢？非常的多。農業唔係冇新意。不過一開始，遇到就有麻煩。其實我們現在在做春耕的準備啊，除了撒肥料、除草一些基礎的工作之外，還有一個，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在這邊務農的那個農民得做起手式，就是撿垃圾。會念到乜嘅垃圾呢？有時候就會講到這種東西，那這種東西如果丟到溝渠，可能就是如果你恰卡，你就踩到溝渠裡面去洗手腳，你就可能會踩到，就很危險啊！呀，所以。對，或者說像這種破掉的那個瓦片，就是我覺得農民的那個職業風險是有因為整個環境的改變，就風險更高了。水田順條係台通屋，屋有好處，填什麼？我曾經在我田裡面就是有撿起來一個鋼筋，板模鋼筋。對，因為如果我沒撿起來的話，人家拖下褲打就是打田的葉子來打到的時候，一碰到那海去，我打一背啊呢。政府嘅農地亂象，宜蘭縣政府是講過快嚟提起從遠間做的改革。對於宜蘭農舍太多的問題，他做了決策，他決定要管理啊，那所以他來找小農去當農業處長，準備去幹這個事。那當我去當農業處長，我去執行了這件事情嘛，然後在那一年顯然發生作用啊。那這個作用或許是呂縣長他們沒有預料到的啦，沒想到真的可以踩剎車。
敢讲像系意外下，还系像地方都重用为汉卡建起做农田永续利用嘅原则。多代了解新嘅政府，记得嘅基金嘅了解核心价值多耐，真的有在重农吗？邵文，你的观察，我们希望新政府上来是带着新气象，说过了要把农业当作一项产业，好好的来活化经营，恢复到过去的荣景。不过这样的宣示，你看到了吗？我其实一直在观察这个蔡政府吼，我觉得其实民进党对于农业从来没有核心的价值，从来都没有。讲实在话，那个时候那个 WTO 开放这个稻米进口，也是在我们蔡总统的这个主政，他在做这个事情的嘛。那我是觉得说，今天这个民进党他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民进党的这个政权的取得，大部分都是靠这个选举，他们对农业跟农地实际上的感情跟这个关心，可能是不够的。你从最近的这个新闻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当初在选举的时候，我们找培慧找我们的蔡委员来当这个不分区，好，说他是农业专业立委。是，请问一下，前几天我还看到柯总召在上面说，这个政治是一个职业，那我们当然是说这个专业的不一定要进去经济委员会，我们跟大家委员们都可以从不同的这个委员会开始学习，这样，我就觉得说你是在骗选票吗？当初是叫农民把票投给，你今天竟然不分区有排那农业专业立委，是，现在真的要打仗的时候，现在农业基本法、农业保险法、有机农业法全部都要在经济委员会去排这个列入这个排程的，竟然培会要排不到。所以你觉得专业的立委没有办法进到相对应专业的委员会，将来在法案的推动跟推展，你觉得是会有阻碍的？我认为就是看得出来，民进党他就是在骗选票而已嘛。你要人家投给你的时候，我们有农业专业立委。你真的这个法案需要有人在里面的时候，你跟我说，请你们去年新进的委员去别的委员会学习。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我觉得很难过。对，培慧委员，你愿意谈谈吗？你有争取吗？那你的想法呢？我认为就是说，在经济委员会当然是我的第一选项啦。哈。那事实上，在过去我也提了，目前我正在提农业基本法。那农业基本法里头呢，我就会针对这个农舍的现象去提出一些治本的解决方法。一个是土地移转的面积，这个我们要不要做规范？第二个就是说，农业基本法里头，我提出了一个制度，叫做农地储备制。什么叫农地储备制呢？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农地，大家都觉得它高价，可是其实我必须诚实的跟大家讲，这个真的是发生在能够盖农舍的风景名胜区啦。可是我们的农地有一些是可能几代继承，所以一块地可能10几个人所有，或者是说它不是在路边，它可能是在这个田中间啊，或者是靠近山的部分，这个可能也不见得有人买。所以其实农业基本法的版本，其实委员一直都有在研拟、在了解哈。对。那不过我回归到刚刚谈的，其实现在对农地流失的这种怪现象，在控管农地上，我们现在最高规的法规的标准，大概现在还是在农业发展条例。对，其中刚刚的农民不是讲到哈，他说2分半的田是上水的田，然后2分半的土地是水涨的天体，就系一推降总因按用6号那个好天体。不过呢，在农发条例这样一开放，最小的这个最低限度2分半。我们就可以给它盖一个农舍，看到整整一块田，假设1公顷好了。刚刚委员跟我说，我们现在台湾的农民都是小农啦哈，平均一个人所持有的这个可耕农地才0.72公顷，所以你看，想要一个人有1公顷的土地，那还是很难的事情。这么样好的一个1公顷的保地，可以开放2分半最低限度就可以来盖房子，所以农用虽然在法规上有限制哈，你农舍只能盖这个总面积只能占这个建蔽率是1/10，然后也只能盖在边边角角，因为有进一步的法说不能盖在田中央，这是一个有进步的法。但是问题是，现在如果仍然是在2分半，我就开这个大门让你盖房子，这里也盖一个，这里也盖一个，只要力之所趋，房市都会在滚动炒作。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在这个农业基本法。可能今年会有一个进度，但是这种根本大法在审议的过程中，其实都很漫长。针对这个，面对现在越来越恶劣的这种农地滥用的情况之下，这个也是好久的一个老问题。委员你怎么看？现在的农发条例本身应不应该修正？它跟得上现在的潮流时代吗？农发条例如果现在要修正的话，是移转面积啦。
就是说农发条例的移转面积0.25公顷，我觉得是太限缩了，因为它显然不是为了农耕嘛，显然预设了去农地，所以2000年到现在16、17年的时间，我们已经觉得看到台湾的农地好像是癌细胞一样，这里一个房子，那里一个房子，它影响的不只是日照啦，我觉得很严重的是那个污水，就是家庭废水的污染啦。果然的问题是存在的嘛。对。那平选，你觉得像这种修法的必要性，在现在也是一个所谓源头控管的重要程序吗？我想2000年农发条例修正的时候，它不管是土地分割面积的调降，还是开放农地新建农舍这件事情，它确实都是现在农舍乱象的源头。是，所以说，既然它是农舍乱象的源头，那么我们根治问题还需要治本，那么法律的修正当然是刻不容缓。那我们可以看到0.25公顷这个规定，其实它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不好的规定。我们当初在工地放领土地改革工地放领的时候，水田3甲、旱田6甲，基本上以现在的务农状况来说，像宜兰是以稻作为主，是0.25公顷的稻田是根本养不活家人的，所以谁会去把土地都分割成方方正正的0.25公顷，然后在上面盖房子？那就是要农地建地化的人，还有那些中介。那到底这个范围要到上修到多大的程度，才不会引起那些房仲业者的觊觎，然后才能够维持真正他耕地来务农为生的这种状况？农发条例的规定，那个农地分割的面积是5公顷，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被修正成0.25公顷啊。当时彭作回主委是不赞成这样调降的。对，那我想5公顷的话是以稻作作为基础，好，然后说那。稻作我可能用惯性的方法做的话，我要5公顷这样子。那事实上，不同的作物它可能有不同的虚地面积。那我认为这个是需要去做一个比较好的盘点。那如果说我在法规上面我可能没办法做到这么细，而我是需要有一个通案性的规则去做的话，那我觉得至少1公顷的面积是作为一个大家务农，它可能比较可以。大家都不管什么作物别都比较能够接受的基准，所以显然这2分半是应该要上修的。对，我觉得除了这个土地面积上修之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让农民知道，你掌握农地是有价值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农价是很低的嘛，比如说我们的米价20-30年都是1斤18到22块而已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还需要做一个做法，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农业创造了很多外部效益，比如说对空气、对于水资源的涵养，所以我们也应该给予它适当的环境补贴。那另外就是关于土地持有，如果它没有维持农用的话，一定要给予课税的啦，要不然就是现在因为农地的持有是不用课税的哈，所以呢，甚至于你还鼓励休耕，那你休耕的时候还可以领一年可以领个4万5回去。我觉得这样子会让很多有钱的人透过农地在养地。委员提到，其实很多的方式手段要同时并行。那严老师从2分半的这样上修或下修的这样子一个议题来看到，其实现在来管理规范农地使用、农地一定要农用的这些农业法则里面，老师你对修法这一块是不是现在的当下是要有些什么疾呼呢？其实我们应该要思考哈，那个农田就是一大片嘛，然后呢，需要居住的那个房子应该是集中在另外一个地方。比方说，我们去看德国的巴伐利亚邦，那么他们在做土地重划的时候，绝对不会把那个农舍盖在那个田中间。是日本也是一样啊。所以呢，我是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去思考我们整个的农地利用结构？是。那么必须要去想，将来有没有可能实施所谓的改良式的土地重划？换句话说呢，一起来思考。这个农田的面积跟需要居住的这个面积，那需要的居住的面积是不是应该要让它集中化？因为这样一来的话呢，你新建公共设施，或者是说甚至于有人必须要真的要喷洒农药什么等等之类的，比较不会去影响到那个居住的这个环境。是。那当然，那个安全用药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啦。谢谢严老师。严老师从国外的观点来看到，事实上呢，为什么这种2分半会受到大家的热议？其实就是怕这个农地零碎化哦。我们把案例一样再放回到宜兰的现场，邵文，其实宜兰像这样子，就是巧取豪夺、蚕食鲸吞，抓准了这2分半，我就来盖农舍，而且是做这样子豪宅的使用哈。所以
我们就好像长赖痢头一样，一整片美丽的南洋平原东一块西一块，到处的长，而且很多。只是现在是暂时趋缓，可是不代表以后也趋缓。所以现在这个土地管理，我们刚刚回归到说，现在法目前在农业基本法这种根本大法还在讨论，在成型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仍然唯一能够以示的还是这农业发展条例。除此之外呢，对刚刚教授也提点到一个很重要，我们怎么样去打破过去固有的思维？我们要想象是整块土地的保存跟利用跟规范。所以从区域计划法的角度来讲，我们农地过去按照它是我们的生产资材要分等级的嘛，哈。从宜兰来讲，你觉得还有什么法是可以用在我们的农地农用的保护上，是可以避免在这个面积大呀、小啊这些歧视问题之外，能够得到一个出口的呢？其实现在国土计划法已经在进行这个全国的这个农地的总调查哈。据我所知道，就是那个副主委他那边在西部的地方已经有做一个案例出来。然后，其实我们宜兰这边一直在希望农委会跟我们地方的县政府去搭配。你今天宜兰这12万公顷的这个农地，多少是农一，就是优良的那个生产区，就最好的，它有是规定好像是总面积25公顷，然后80%都是做农用，是第1等1的，还包括水源呐，水源它跟它的生产条件。那如果今天我们先透过这个国土计划法这个区块，你先把这个农一的特区先画出来，再搭配我们现在国家应该要保存，我们讲说78万公顷还是80万公顷的这个国家安全粮食的这个生产的话，那我认为国家就应该要有魄力。你今天这些地方农一特区就禁建了嘛，不用再说了，就禁建。然后，但今天你可以就是你既然做了农地调查，你就会知道这个附近的其他地方，哪些是畸零地或是石头地，或者是它不适合做农业生产。你再让那个农特区里面的农民，他的地主他可以用换地的方式。我们宜兰的很多好田好地，现在都是有农一的潜力哦，就第一种农业用地的这种潜力。那可是实际上在法规上，这所谓的农一是禁限建的哈，不能随便盖。所以农委会说不行啊，你限制下去，将来真的农民有务农需求要盖温室啦哈，还是要盖密闭式的养鸡养鸭的，这样就不行，所以不能够这样规定。我们在那个农地利用上，你说农一的部分我把它禁限建住了，那这样子未来农民，比方说他可能有新建需求的时候，那他会不会有问题？那我举例来说好了，温室根本就不是房屋啊。温室不是用申请房屋的建造去申请的啊，并不在此列。对，它是农业设施，所以本来就可以盖。你这边禁限建房屋，不会影响到农民盖温室。这个说辞不成立哈。对，所以这个就是拿出来就是糊弄那个就是不懂建管法规的人。是。那另外呢，如果农民真的有需要，比方说他需要盖资材室，或是真的有需要去盖农舍的话，那依照现在农化条例的规定，或是依照农地容许新建的使用办法等等的规定，这都可以去做调整，只要它是符合农业经营不可分离的部分。是我们看到哈，为什么宜兰农社会是300块那么严重？我们只举98到103年盖立得的款的，信息改台通屋啊，又374809件移转，其实移转所以就是买卖的过程。这盖好的房子就是卖给有需要的有钱人，2094件，哎呀，这个移转比例是超过了60%。那品璇，现在的规范以宜兰的经验来讲哈，它过去规范是说盖房子的一定要是农民哈，但是买的人好像不一定是哈，所以你觉得这个所谓的承受方就是买下来的人，是不是身份上要规范？那这规范会抵触一些人人应该都有自由交易的权利的这样的现象呢？农发条例第18条明确的去规定了，如果你是农民无自用农舍而有需要，才可以去新建农舍。所以其实我们从法律的规定里面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既然起造的只能是农民，结果你移转的时候，你承受的人不是农民，那这件事情不就是形成了一个严重的法律漏洞吗？事实上，这可以透过法律的整体解释来去弥补这样子的漏洞。所以，去年的时候，农委会他去提出来那个农业用地新建农舍办法的时候，里面就有规范了承受的规定，可是就被一些国民党立委用不正当的方式去用程序的方式去把它卡住，然后甚至提了一个说因为农发条例只有规定起造而没有规定移转，其实这个都是恶意去曲解法令。因为也看到其实台湾嘅农地啊，了解从老主讲村到了下个坡。流失到经纬经交，就冲了个数据的看到了个情况，都带有严重哦。看到短从
1992年到2012年，將20年嘅時間，因為台灣嘅農業鋼鐵就從89萬下降到81萬，可以說20年就少掉了8萬，那10年。平均10年就少掉了4萬公頃的可耕地，那1年是不是就少掉4000公頃的農地呢？所以在宜蘭也少掉農地，南投也少掉農地，苗栗、新竹、花蓮是不是都是等同？所以瓊安娘是不是過了幾個世代，我們可耕地就都沒有了呢？你都該跟討論該幾個重新哈，都農體不農用，主要我們看到是這種假農舍、豪華民宿或餐館的這種情況的泛濫，需要遏制。其實也就哪為一種問題哦？其實從台灣的地理形象來講，就可以分成西半部跟東半部冇共用。愛講可能摸清楚，你都透過下背嘅畫面來看，都清清楚楚看到。這個顯然是在東半部以宜蘭為首，看到是綠色的田野上都是蓋這種農舍豪宅，就是我們上半場一直在關心聚焦的，就是這些已經蓋下去的大房子對整個農作或者是農耕的干擾。那事實上呢，像這樣子的一個問題，就是很要值得來面對討論的。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農地不農用，還有做了其他的什麼樣子的違規的發展。從這個空白圖示威那邊就看得很清楚哈，在整個西半部地區，像這種違規工廠在農地到處亂蓋的情況，現在是一年比一年嚴重。所以我們想象中的那些綠野田疇，現在都是房舍、工廠，或者是砂石廠，或者是餐館，或者是民宿，各自雜成的這種狀況。好，空拍的這種算是很驚悚的畫面，我們看到了哈。我問題先請教我們的嚴老師，剛剛您提到哈，從歐盟過去的一些做法，農地的管理原來它是有策略有方法，可是台灣很小啊，島嶼就是小小的一個海島，跟歐洲那種古大陸整個平原不一樣。我們的條件，我們的土地分區或者我們土地的使用規劃，有沒有自己在地性的一個政策來對應的？我每次到歐洲去訪問的時候，我們都會問他說：“那你們對於那個違規使用的問題，你們怎麼處理？”他說：“那就按照法律就好啦。”所以到後來我就不敢問這個問題。那麼從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我們是不是沒有法律的規定？我們老早就有法律的規定，法已經有了。問題是地方政府他不願意認真的去執行，不願意。你認為是背後理由是什麼呢？政治的目的。所以這個是很可惜啦，哈。比方說那個早期的話，我們是說，那個地方政府他都不願意編相關的經費嘛，好，比方說那個土地使用管制的這個經費常常是編0元，所以呢，他根本沒有辦法去執行管制。可是我們有農業發展基金啊，農業發展基金不是也提到說呢，你可以用到那個農地管理啊。可是為什麼我們農業發展基金不去處理這個問題？西半部我們看到跟東半部的典型有點不一樣，哈，他們工廠就是違法的工廠林立，這種違章建築在農地上也是這樣遍地開花。你覺得像這種西半部跟東半部的這種土地的亂象，是不是也是你覺得在執政黨應該是要備受考驗的一個點啊？我們執政黨的考驗好多，最近什麼議題都做到兩面不是人。我覺得你什麼議題都做到兩面不是人，就表示你沒有核心價值，你兩面都不想得罪。但是那個並不是當初蔡總統拿689萬票的時候，人民對他的期待。我覺得民進黨要去想清楚這件事情。你當初怎麼上台的時候，人民是對改革是有盼望的。那不要弄到想要討好兩邊，結果你什麼都沒有，那就是雙面的狀況。那我特別要說的就是說，從農業生產的角度來說，假設今天這塊地因為它的工廠已經造成重金屬污染，它就是不可逆、不可回復的。我們再去把它拆掉，然後重新做成為農地，那是就是不能發生的事情。所以更務實的來說，什麼樣的工廠它在上面做什麼，以及它影響到附近的周邊土地污染到什麼程度，更精密的調查。我不認為我們的農委會做不到這件事情。以前的我們的這土地改革也是農委會這個農復會系統這樣做下來的。我覺得只要農委會的人願意去做，他一定可以做得好。那你再針對不同的工廠的狀態，你再去針對這些工廠，你是要回復成還可以耕作嗎？還是它可以做農產的加工品？因為其實農業很需要加工的設施啊。那這可以再去討論這樣。對，那我原則上是認為說，今天假設我們的台灣政府，不管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再把農民看成是一群就是只需要靠老農津貼去處理的人，這個政權以後也不用再繼續玩下去，因為農民要的不是只是老農津貼，大家要的是尊嚴。今天賣農地也是因為快要做農沒有尊嚴，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应该就是把农业当成像是农军公教一样，我们需要一个农粮大军。那么军队需要军人，就是我们的农民；我们也需要我们需要兵营，就是我们的农地。你要有驻军放武器，然后你再给予农民更好的这个直接所得给付，你要给他退休制度。为什么农民退休不是像渔民一样，他也可以有劳保的退休？拿7000块算是什么东西？然后还要就是每年还在喊说，我们农业说这个劳农津贴预算太少。重新翻转农业的思考，我们的农应该要站在最前面。是，你要用这样子的态度，对农民尊敬的态度，像对军公教一样，你要尊敬他，重视他，这样子国家才有希望。你要好好感谢农民，感谢记者本你有爱好世界农作物做的享受，也燃烧你国家重要的发展价值。以上出面台会针对了个农田农用困岛吼，了下农业用手嘅重要嘅价值方向哦。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日嘅讨论节目，感谢你嘅来宾，下个礼拜再会。